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太阳海岸分布为珍贵的千年造礁群，造礁当地人讲俄罗斯系由红色的摩羯珊瑚藻规划过后，一层层贴上来形成的礁石，当年差不多2.1公分哦。也造礁因为抗过多，C5的下降又好冰又好库存，对台湾西北五常的生态还个系有过大的影响。不过32年来，受到工业开发的污染同海岸工厂环境破坏的影响，太阳的俄罗斯超过2/3如死呛呛的。而家像春岛观音太塘片场以南、新屋、远岸5公以北，差不多4.5公里长、500公尺宽的海岸，含有珊瑚藻造礁，咪系全台湾生态的造礁循环区。不过工业污糟水、抛沙也都危险，唔是停过，太阳也最后的倾吐归危险。寸里4.5公里啊，走在讲安尼桃园海岸最后的净土。你讲是摸溜岛的时间哈，开始安尼贵下突然的海岸全部是强强的。动作土地该还地于海，该还地于河。我们来不要以天气增这些，一定变土地结构来损失更多。当机也掉哈生命消失了，下一个消失就是人类。佢話要每5年份哈。開始下湖，開始你講橋岩哈。嗱你啊，你喺度喺梳，你有看到嗎？咁麼解？你喺度利羅，從利馬嚟的。大眼嘅礁石度實紅嶺豐富生態，老主辦是菩薩之回旋體系冇控肉，頭然回旋係做摩羯珊瑚藻形成嘅珍貴歐羅沙。桃園這個地方啊，它四周一直延伸到那個新竹，它都是沙岸。那沙岸的地方哦，它又有一個那個比較穩定的基石，那基石它就可以長石灰藻，所以在這個地方才變成一個很特殊的景觀，就是藻礁生態系。劉清之講，珊瑚礁主要係同步草礁，骨頭累積的，大部分種類當然大約30公分邊呢。不過歐羅沙係主要全部草礁，累積速度動慢，10年長就發土30公分。面頭前嘅2片歐羅沙，提早經過6000年，甚至1幾萬年長就發土形成。下千萬年內，渺渺空空嘅歐羅沙提供各種動物生存空間。吞覆過後嘅超現代，很難精彩。台灣回旋線至1200公里，北回旋、東回旋、恆春半島都有兩省歐羅沙分布，嚇規模最大嘅就係土然2大壩。咪係當地建立生活之時嘅創造空間。你哈以前來學會講俄羅斯啊，喺世界下充滿個世界條哈，做做乜係啦哈。特別全部咪得兩嚴格種嘅會教務哈，嚴格種嘅實踐嘛賣的哈，非常珍貴。不過，記者都嘅回旋實停嘅變態，32年前。土然工業區開始相隨沙地，高天天嘅人充工按奶氣，當到棕色嘅歐洲水熱夾入排放，工業開發經濟體制，最高嘅回融生活稍微是了歐洲債。土然回旋線係咗39公里，歐羅沙數佔力27公里。不過3公里之間受到破壞，使用關心海灘片從南片，新府中岸5公北片，
4公里浪嘅回旋，喊住三副做草教。这个推翻回旋变为跳伞嘅刘前之哪怕讲，突然回旋係全推翻最歐洲嘅回旋，今年記者都嘅千幾，未知見學唔到嚟。我也說，我也幫真係嘛講嘅，啊是錯穿當今家啊苗啊在吹，啊sau啊在吹，所以青菜都可能5斤去啊，5斤落轉嚟啊，是啊，幾千斤、幾萬斤啊。只是三樣啊，你啊經驗之上吹一下，調啊、煮啊，你煮下幾十品就當好咧，啊300煮嚟降菇啦。5月只計搞背行炸嘅人，對天當協到關心回旋，本岩到鬼片烏烏。冇2禮拜就有民眾協到政府向出回口，本工廠頭牌嘅歐洲水岩風，可以來當地影響。啊樣嘅環境，政府按樣嘅成算咯。台南潘仲志來到冬天日，慶祝5兩公嘅福林海，之前未是半日協到岩作風海，不過可能環保橋兩部個差到下輕。兩日嘅好把水相對下線，不過面頭前兩地時刻刻風公公嘅歐羅上，就係工業污染最後嘅證據。梁富林溪當過是觀音工業區，本來觀音工業區它既有個污水處理廠，本來所有的工廠通通納管到那個這個污水處理廠排出來，結果當作工廠冇按樣做，佢哋會按管全部買到2條火把來，喊2火把到暗不虛的時間幾條火把烏疏疏。關心工業區台中有300人變重數，不過就算係經過歐洲水處理廠處理過嘅歐洲水，未東南半年安心。來到歐洲水處理廠放料後，風色嘅水項破爛越青拍攝嚟破，華檢協氣，還有強硬嘅煤。台南2條樹林海冇1公里之外，就係出回口嘅歐羅沙氣味。佢嘅水熱全部排按樣風嘅水，特別按呢係長cầu機，今日講，我條水就合建了，我是當奇怪，你政府用會填按樣嘅規則講個水明明地盤冇看到乜嘅生嘅東西，按樣嘅水也會合建。後任環保局講，今年到5月為止，針對放料後，檢查採用13擺，違規4擺，總共罰款100萬元。如果不合格的話，依照水務法的規定，我們除了依法處6萬到30萬的罰金之外，我們會限期改善。如果屆期還沒有改善的話，還會按日連罰。那情節重大的話，就剛才我提到的，就是我們會予停工。污水處理廠怎麼停工？那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如果它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會要求要歇業。不過，歐羅沙都到嘅危機，特別係你想嘅係難嚴重。像你紫色粉紅色按樣嘅個搭人那條石鼓按樣上嘅，你都全部無節珊瑚藻，其實為造礁嘅藻類呢。本來像按樣嘅季節人過啲貴片全部黑掉啦不過你也認為用漂沙嘅影響，像安尼你按樣面下以後，當到個漂沙個沙會影響到佢哋無節珊瑚藻嘅生長。台探片廠嘅港口老土料包，首先回旋北片吞奶，南片潛水界脱體後熱。嗰間二號橋作嘅包，首先嘅漂沙，回歐羅沙是做在地冇吞到嘅回收橋成船。自從2003年它的那個長凸體做好之後，這邊的防風林就是整排的就倒掉，然後就死掉。那最嚴重的是從2007年中油在這邊做那個管線的時候，它又把一整排的那個防風林又把它移除嘛，就是因為他們要有大型的機具車要走，所以這個海岸邊間是變成是很短的這2003到這。 這段時間，然後劇烈的是在2007這段時間是很劇烈的。
其實土壤歐陸上早啲10年浪前，農委會就已經通過12係自然保留區，韓國記錄對照。不過土壤人政府實一直冇公告。在我们知道藻礁是珍贵的时候，同时台电的土体就已经成立了，已经建好了。那还有中油的管线已经挖了，然后另外二河局的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临时堤也建了。然后，那政府早年开发的观音工业区没有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区，也早就存在了。所以保护藻礁对桃园县政府来讲，一直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这个指定只是一个审查以后报中央机关核准就可以。那么为什么一拖又过那么久时间？那刚刚桃园县政府的同仁讲说碰到很多困难，我实在不知道说困难在哪里。根据自然保留区设立下去之后，一些相关不应该抵触自然保留区的这些措施，包括工厂废水、这些排这些废弃物这些东西，我们自然要去执行嘛，先把它设立嘛，再去排除这些困难嘛，而不是困难在这边，你们不要设立，不要倒果为因啊。尽速成立观音藻礁自然保留区，加油！地保住团体3萬戶以下，土壤人政府嘅填自家種1000萬做調查，研究最適合嘅保住方案。我们认为潮流、潮汐的变迁，还有海岸的变迁，然后再加上周遭土地使用的冲击和污染防治这一部分，可能都是我们必须要一并考量进去的。我们是整个研究是期望1年半啦，但是希望能够划设，不管是不是划设或怎么样划设、怎么样保育，都希望能够在1年半之内得到答案。挑白种种如未有本千本安尼人政府呢当然本计150萬去變講昆陽辦來做自然保留區，不過到每幾度全部冇做，個錢全部退轉去啊。漢你又講會做1000萬，我哋話反映是講，係唔係又會畫大餅或做假係是錯啦。係我哋會看法你要做研究冇問題，不過保留區你咪做得強下發下來啊。我們個人認為說暫定地景其實不需要資料收集就完成，所以我們就後來那個主席，我們的副局長就說，那8月底，就是說等你委託出去以後，我們來看狀況，來開一次檢討會。那時候會議裡面要決定是要劃暫定地景呢，還是說等你們資料調查完以後才來暫定地景這樣。我們是希望由地方政府來管理，第一個也是說加強地方政府保育的責任，不是只有開發，然後保育都丟給中央政府來做。照文化資產保存法提出把控制條，人事主管機關經貴州、沙漠州重新維護文化資產保存的時間，就得由中央推力處理。未吹講中央其實就直接支填自然保留區嘅權利，不過政府要考慮人力唔啦，冇辦法插到按住到，管理嘅效率自然唔會由地方政府按過，所以希望土壤人政府就得用地方經濟來扶起幫助自己。不過土壤人政府認為為實保留期末為做通盤考量，所以還會過做研究調查。除按照自然保留期外呢，地中央到地方之間來來去去，空轉嚟10年lang。長久歐陸上就唔得個定咧，不過少實在自然保留期過後，就冇法度自主出現，產業機密未出現冇強容嘅意見。我哋就因是唔係講冇人心啦，因為跳過道理啊，大家都是係為到啲開心你又課嘅課長要講啦，用幾人都委白嘅，呢條因是冇法度離開啦，所以呢條因要下等進點樣。你這邊如果說就是設保護區，人都不行進來，那就當作你給它當做一個荒地就好了嘛。跟現在上是冇話any開心嘅，所以低潮先改變，民眾係唔會落去改變。你就發下來咁樣有保護嘅宣示性意義。我都覺得說用保留區的這種法規，文資法的法規都沒有辦法救這一塊了，更何況其他不夠強硬的那個法規。劃成保留區我是覺得說先讓這一裡的生態先休息一段時間，比如說休息個3-5年啊，讓這裡的生態恢復一下。那恢復了之後，我們再來研究它的利用方式，因為其實保育的最終目標就是永續利用。
默解到五個嘅開發落利用，強強會回容是唔造嚟。突然俄羅斯對紀錄對象都見為試驗嚟，讓政府還會做1年半嘅時間研究調查。不過突然最尾嘅強力回順，還有幾多嘅時間好等呢？點嘅俄羅斯主張為침탈의 해몽